这肺癌是国内死亡率上悬的癌症。今年3月开始，就正式把每期肺癌双标配药啊列入去健保给付，预估会当替病人省上百万的药钱。 65岁黄女士伫8当前确诊着肺腺癌第3期，伫2年后好发，搁转移到脑部，出现脑水肿的现象。因为伊的肺腺癌有 EGFR 基因突变，伊除了食 EGFR 的标靶药啊，搁自费合并抗血管的新生药啊，做双标靶的治疗，他达已经得要5年，伊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，但是药钱嘛已经开要上百万这么多，一次都要超过快5万块。那所以我到现在已经打那个癌斯汀已经打了60次了，所以都是自费。没有肺癌脑转移的患者唔免烦恼，因为对今年3月初一开始，健保正式把每期的肺癌双标靶治疗纳入给付。医师讲，在台湾非小细胞肺癌差不多占9成2，个人上定着的肺腺癌就是其中之一。尤其有 EGFR 基因突变的患者，脑转移的比例有6成这么高，但若会当用双标靶药来治疗，临床顶是会当让病情恶化延1年5个月。 它可以延缓它的抗药性哈，然后这个抗药性可以延缓，大概一般哈从11个月哈可以延缓到16到17个月，那效果就很明显了。医师强调讲，肺癌的死亡率一直这么高，和确诊的级别有关系。来当透过无共药的配合，拢有机会来稳定病情。这摆肺癌双标靶药的给付条件，包括无法度手术来切掉，也是脑转移等等，伊个会当减轻患者破100万的经济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